俺所看到的新浦足球训练站成立15年来，平均出的足球国数，算落一数来算咯。能得到金牌的陈建安，如体育者的训练的10年研究，是足球训练站教练叶万树的第一门生。叶万树用来培训出很好的足球选手，台湾基层选手的培养训练有诸多用来的问题。继续来看俺的报道。教练目前来到新浦足球训练站的球员，就此同时快做起暖身操。新浦足球训练站成立15年，平均出来的世界国数就有780个，主要讲是培育足球国数的有啦。跟着球动，球如果到这边，脚到这边来；球到这边跟这边来，你都是手动脚不动，知道吗？防守也是一样，你身体重心要注意，脚一定要到位。伊是老叶教练叶万树，有22年教足球的丰富经验，是培训国内足球选手的重要人物。干教干业，爱10年的经验来打好基础。我们平常训练呢，其实下晝頭。因為學生去讀書嚇，下晝到4點開始，到暗日10點，那拜六是早先9點到12點，下晝3點到6點，7點到9點，8點鐘。在寒假暑假就是一樣8個鐘頭訓練這樣。有時候第3步的時候，你試着側身拉完，第3次的時候試着用交叉步。伊係小葉教練葉俊良、葉萬樹嘅奶爺，是喺足球國手，同阿爸向下做基層足球選手嘅培育工作，向下培育出陳建安一個安站地位國手。新浦足球訓練站因為國小、國中、高中3級規律嘅帶上來，韓國1國2制也培訓出來嘅子弟兵，乃至比賽成績真蠻好。先到家長同小球員，天無暗夜出外來拼熱好。因為都沒有你的時間，新人的記住當上會打桌球啊，然後會不會因為爸爸透過朋友的關係，這樣會請到鴉片，反正就對鴉片就是全心全意就搞本。葉萬壽教練他們父子倆就對啦，係啊，人家都吃分放心。在宜蘭國小就開始練球，然後因為那邊就是國高中比較沒有銜接，然後就是出去打比賽的時候，就是聽這裡就是有銜接有國高中，所以才來這裡。大家都是在講葉教練教球很厲害，教書的學生都是非常有名的，然後就是慕名而來。雖然新浦足球訓練站個有名，但係有經費唔大嘅問題。一年對中央來嘅經費是過半，買起球嘅也都是好片，搶存到一半，其他嘅收費單單係係愛家長來騰出，今年係全無中央嘅經費。打球嘅錢一張嘅錢都幾千元嘛，當然希望佢哋像陳家一樣打送係啊，所以還有會犧牲多東西啊，係會犧牲多東西，係啊，時間啊，還有其他係。我們台灣的體育政策都是一些錦上添花的政策，它並沒有說從根部去培養，或是從基層去培養，它沒有這重視的程度是非常的低啦。都是選手是一般幾乎都是天才的組合。你像這個陳建安跟莊智淵這次雖然拿那個世界盃的金牌，但是他平常也沒有在一起練的，很少在一起練的。那你說這個雙打本身就要培養默契的，所以我常常講，有時候台灣的球員能吃苦，也有很多很有天分的球員，但是在這個政府啊，或是我們的這個領導單位啊，給選手這個幫助，大部分就是說派他出國去比賽，給一些公費比賽這樣子。至於在培養跟訓練方面呢，只有這個選手自求多福啦。
中國一旦係世界足球一等一咧，做得講乜個比賽都一樣。台灣美國接請中國的教練來教，做中國教練講嘅配合兩岸對足球選手的養成，確實收長太慢。那邊練球是，比如說一個教練就帶到底，就是比較有連貫性的，不像有的時候，會突然跑掉，會這種不會，他就是從小學到國中啊、高中啊，它都是一個連貫性的，然後比較科學的方法練球。所以我們在隊裡面，還有隊醫，然後有營養師，然後有各個方面都全部齊全。就是大陸會就是給隊員啊一些比較好的保障啊，比如說打好比賽啊，會有一些各個方面福利都比較好啦。以後出去找工作或者是說要出國什麼，都會政府都會幫忙去這樣幫你弄啊，比較有保障。有人無論體內愛培養金牌選手，唔係打亂出健忘。政府嘅聽數從漸次用嘅，啲選手加上教練，就限卡愛有加皮嘅精神，前沿段時間落來，有時有日培育出一個世界冠軍，雖然佢講用佢達得來用貨，啲其他按到按站地位選手時呢，一定其實看唔到未來嘅出路，用入樽兩做理嘅，今年前因為新作業無契約先生，而變做流浪教師。下後本人搶到苗栗嘅為正國中來教，一行算係唔會難嘅，團兒同期嘅選手，還改到魯漢體流浪教練。我們培養到他成為世界冠軍，當然是很高興。但是那就是極為少數的人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是說，在從事桌球運動，他上了大學，然後也考到一些證照，例如說教師證或者教練證，但是在縣市政府上面都沒有一個很完整的配套措施，可以讓這些即將有熱忱從事教職的，或是說教練的這個工作的人，他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。屯富權的演示來比，其實新作業佢唔從事體育，多數長期落身培育基層足球細選手嘅有班數，吃到佢無奈何，也咪係曾經案當時為屯富市賽到苗栗的原因。各個縣市的依這個財政啊，或者說他主政者的觀念啊，其實我像鄰近的那個苗栗縣啊、桃園縣啊，我們比較起來，桃竹苗來講，當然桃園跟苗栗重視體育的程度是超過新竹縣的。這個心態其實很多年前就產生了，但是我後來我自己調整我自己的心態，我只要替選手負責，替家長負責就好了。我專心嘅睇嘅打乒乓，細選手愛得難練，就算見識空無錢，體質佢唔出切，一旦係喺新聞嘅勁打勁練，無人知自家會係行業比國家正公用嘅金牌選手麼？就想愛勁打勁練，打出好成績，而用汗水同青春來完成一頓想愛完成嘅足球夢。